攻演习，预定伫9月中旬要来举办。今仔日先伫屏东的空军基地来操演。透早，一台 F-16V 的战机要降落跑道的时阵，失控冲出去，无人机头插入去草图内底。加在无人机顶2个飞行员拢平安。因为当地透早落大雨，是毋是就是因为落雨跑道伤骨，战机才会失控？国防部讲爱搁调查。讲空军开1100亿，按算伫民国112年进前，甲现有的141架 F-16A/V 型的战机，甲升级为 F-16V 型的战机，想袂到煞伫操演的时阵发生这款的意外，讲来实在嘛是闹开。F-16V 战斗机操演线要降落的时，大家拢看这个画面，因为讲一切拢真顺利，雄雄线弹出来了，想要增加阻力，想袂到油源挡袂掉。挡袂掉就是挡袂掉，战斗机就咧冲出跑道，大家拢真意外。哇，它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它掉下去了嘞！老虎掉下去了。无人机头插入土，无人机顶面有2名飞官拍开机窗爬出来，平安脱身。边仔台边的消防队赶紧出动，对战斗机一直转水降温。只是这个战斗机卡掉咧袂顶袂当，只能出动吊车调离现场。现场看到人讲起了当时的情形。这样子飞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阻力伞，可是就是飞啊，然后就这样掉下去这样。那可能如果说再拉长个10几公尺，应该就刹得住。按算伫9月中进行的汉光演习，今日伫屏东空军基地展开操演，想要到一台 F-16V 战斗机伫降落过程中失控冲出跑道，造成无人机头起落架有淡薄仔伤到。因为屏东透早有落大雨，敢有可能是因为大雨影响地施工发生这个意外？国防部回应讲，代志的原因要搁进一步调查。飞行员一定会视当时的情况，采取最适当的措施，并运用最适当的装备。至于今天这架飞机在最后为什么使用的情况是如何，遭遇的状况为何，我们现在还在对飞行员进行这个后续的这个调查。空军司令部表示讲，天气符合起降的标准，飞行员嘛依照标准的作业流程起降。韩国操演嘛继续按照计划来进行，是讲这项全台湾拢真注重的操演项目发生这个意外，拢互镜头记录到。军方感觉真无民主，加在无人员伤亡。